在今天结束吧！班长，班主任找你呢。叶子峰，2030年，我回到了过去。但现在的我不能直接对叶子峰动手。要是能找到我那几个手下，哟，这么年轻，500万，黑心女人，无上，杀人只看眼缘。朋友，很合眼缘嘛。我合眼缘？这帮人没一个靠谱的。这谁写的？凌晨，天才呀！